学至中庸病，心诚把经供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成，道大为天大，至尊智慧点灵台，应运开泰万善财，善智慧朗朗，地生行道内外公，理正事明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？过误但改路上科，科成过后苦海淘。士农及公谷，至心常念福德高，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前拜诵。消灾解厄离苦障，逢凶化吉定真祥。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，身不颠，万病解却念不缠。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世安宁。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王化念，亡灵得超生。若为亲友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觉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同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者六众园林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尔却除邪魔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苦佛。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济公活佛救世真经，济世群生照三千，公正无私可达天。活用真经传万世，佛法无边化大千。真经应运出，灾消劫除大道尊。修身化世立功勋，八八圣贤记，佛圣先真发慈悲。得则真得光辉，东来紫气展，路三曹开妙玄。应身下凡干，中途有份，继往开来万八分。白阳红到人，青红晕一应，阳光普照道德，万方显大运大通。家家红光照，灵山如关照。无师指点路一条，千经万典有，未闻说因由。有人名师会相求，开泰白阳运。佛经说破朦胧云，战至于止离苦轮。26首一，地朝元以气飞，莲花座上会丹溪。尊者本罗汉，丈六金身，
到世间，济人行事归一安。今明善男女，今闻悟透莫迟疑。受师点化脱苦之，学至中庸病。心诚把经供佛名，一切灾殃化作尘。道大为天大，至尊至贵点灵台。应运开泰万象财，善智慧朗朗。立身行道内外功，理政事明天下通。古今谁无错？过误但改勿善科。科成过后苦海淘，士农其功古，至心常念福德高。阖家平安万事和。经文虽浅近，不可视为顶上云。奉行真经脱苦轮，心诚虔拜诵，消灾解厄离苦障。逢凶化吉定真祥，朝夕诚心念，心明神清身不颠。万病解却灭不缠，念经心头正，驱邪除秽是安宁。福禄前缘亨利贞，诵此活佛经，福慧双增长。诵此活佛经，子孙得安宁。诵念活佛经，功名利禄得平步。诵得真经文，永世化为吉。若为父母念，父母得长寿；若为亡化念，亡灵得超生；若为亲友的求病殃，病殃得安全。全家老幼同声念，老幼保安康。诵念济公真经，免灾又消难。诵得济公真经，学悟第一仙。真经广布十方界，诸尊菩萨弘赞曰：济公活佛大慈悲，为救96众园灵，了却人生死生路。济公活佛曰：家中有本真经，可保平安。不诵此经，奉上神桌，确保尔却除邪魔，永消灭。真诚诵此经，不经说经典，功德无量，福无边，老幼康安寿延年。奉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济公活佛，恭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天然佛。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我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受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
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，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哀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明，姓女洪诗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岛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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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啊，是晚安，各位亲人晚安。谢谢诗婷讲师，谢谢诗妮讲师导长读。好，是你的，很棒哦。感恩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晚安，好久不见啦。护林正晚安，经理拜晚安。拜。这个洪台公因大水哦。有个厝无请人。辛苦辛苦啊。辛苦，你有咩任务？保重啦。好，经理晚安，护林正晚安。晚安哦，政府啊。真的是晚安。徐讲师晚安。你无用啥？张师长晚安。该无用哦，救车。有拢爱清理车。安尼哦。辛苦。我就是这啊。啥物时阵要去转来南部？无啦，我才转来尔。对啊。我要去泰国啊，你后我做伙去。感恩啦，有机会啦。对啊，这个敢若好些一个过尔。可能。我要招王富林这王正二，伊就讲伊无闲。
哦，经理。安排看嘛，若有时间就大家来行行咧，吼。是啦，感恩啦，真好。哎呀，黄兄，还有在线上哦。哎，也是对。对啊，我下礼拜1号要去泰国啦。哦啊，要去多久？1个月而已。感恩啊，感恩慈悲。一起